歡迎收睇晚間新聞，我係鄧炳強。詳細嘅新聞內容，政府喺今年2月14日刊憲修訂危險藥物條例，將製作太空油毒品嘅原材料依托米茲同埋3種可以作替代品嘅類似物列為毒品。任何人管有或者吸食有關毒品，最高可以判監7年，罰款100萬元。販運或者非法製造毒品可以判終身監禁同埋罰款500萬元。政府刊憲後執法部門已經破獲多宗太空油毒品個案。我哋而家睇下相關嘅報導。海關喺一個28歲澳門女人嘅身上檢獲呢一支懷疑有太空油毒品嘅電子煙，幫佢清關嘅時候發現呢一支電子煙，於是將佢拘捕。警方喺天水圍搗破太空油毒品製造工場，檢獲懷疑依托米茲同太空油毒品煙彈，拘捕2男1女。記者陳士超報導。警方話製毒工場位於一間村屋入邊，行動中搜獲12粒懷疑太空油煙彈、560毫升懷疑液態依托米茲、1.3公升甘油，估計可以製作300粒煙彈。當局強調，除咗加強執法之外嚟緊都會去到大中小學舉行各類型有關禁毒嘅公眾教育活動，加強年輕人對太空油毒品嘅認知同埋防範。呢節新聞報導完畢，再會。